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19号。这一期咱们不聊胡适，聊一聊零公里二手车。为什么聊这个？因为这个第一财经他做了一个调查，叫揭秘零公里二手车低价背后的代价。第一财经下面一个叫一探的节目，一探究竟，他通过实地走访，通过跟 4S 店去暗访，就了解到零公里二手车它是怎么交易的。这个你去 4S 店，很多二手车交易市场，它都有这种零公里二手车，而且你交了钱，车就可以开走，但是过户要等3个月。也就是说，在这3个月里面，你是车还是上一任车主的，还不是你的，但是你可以先开着，长的要3个月，短的要2个月，有的是1个月，这个车才能过户到你的名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那这个就跟补贴有密切的关系。第一财经的记者在深圳某二手车市场咨询某款零公里二手车交易流程时得到回复。第一财经记者多方走访发现，这种先开车后过户的交易模式已经成为零公里二手车销售的常态。交易过程中，消费者承担了100%的使用风险，却只能获得一个模糊的过户承诺。已经开上路的车辆在法律上却不属于你。卖方通过信息不透明获得了定价权，通过合同条款转移法律风险，通过过户延迟规避售后责任，而消费者却因为贪图几万元的这个优惠，承担种种风险。至于这个零公里二手车到底有哪些风险，有哪些猫腻，大家看视频。然后你把车先开到时候过户的时间可能要约时间，可能没那么快马上过。你的意思就是不能马上过户是吧？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左补贴没到账的情况。谁的补贴啊？补贴肯定不是您这里，就是上到第一任车主。这种先开车后过户的交易模式已经成为零公里二手车销售的常态。那么，一辆只行驶了几百公里，却比官方门店便宜了几万块的零公里二手车，到底能不能买？消费者在购买后又存在哪些风险呢？你们这是赚这个补贴？那我们赚不到那么多钱，我们就赚一条车2000块差价。比如说这个车是新车的一个价格，金源公司对不对？那比如说他要把这一批车从4S店拿过来，比如说我现在用几个人的名额把这个车落到你名下，那比如说补贴人，假如说拿2万嘛，拿2万，比如说我折掉这个2万，我肯定还要降价才能踢给我们这边，这也都是4S店拿，这个你外面没办法造这个车的，有些是外地的车源。他厂家一下子给了几百台给你，你一下消化不了，那不堆在仓库里又出新款，你卖不出去啦。有些是你拿补贴，有些是降价。刚才销售人员向我们阐述了零公里二手车的交易链条，4S店的不能积压，再通过人头落户套取补贴的灰色操作，共同构成了这个特殊市场的供给端。然而，看似简单的交易背后，却潜藏着复杂的风险。我们发现过户时间的不确定性成为消费者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一般是2-3个月，2-3个月。对，这个我们合同会明注写的，就好像就说车是你卖给你使用嘛，有违章什么您肯定要承担的。那你过不了户，到时候您说你要不处理，那我这边没办法过户，就有这个风险。但是准新车都存在这种情况？会有，都会有。只要落了户的新车都会存在2-3个月过户。不会。这就是零公里二手车交易的核心问题，消费者承担了100%的使用风险，却只获得了一个模糊的过户承诺。3个月的过户周期意味着在这90天里，你开上路的车辆在法律上却不属于你，而你却需要承担100%的责任。这种权责严重不对等的交易，本质上就是将风险完全转嫁给消费者的不公平合同。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家保险公司，发现这种不对等的合同风险也会影响到车辆保险的理赔。保险公司的说法是，在车辆过户完成之前，一旦发生事故，不仅理赔可能遭遇困难，原车主还可能面临连带的责任。要买这辆车，要办理完那个过户手续，那些交强险要转到你的名下，那些投保人车子都是要归属你的名下，不然的话后期处理保险公司是有权去保的。原车主跟你现车主你要办理好这些手续，不然的话会有一个纠纷。如果说有发生事故，那个原车主因为是这个保单的持有人嘛，可能会被追责，或者说承担那个连带赔偿的。而针对车辆的售后服务，记者也进行了跟进的采访。
不是自驾版。它非自驾的话，就是等于是上一代的嘛，我们现在都是一个自驾版的了。它在订车的这个前提上，它的最低位的那一个厂家那边是已经不产的了。对，已经我们早产了的。对，早2个月他就已经跟我们这边都说了。明白。我们是首任车主，非运营车3店终身质保。对，如果说您现在买了个二手的话，它是没有这个权益的了。车子肯定也是从我们厂家发出来，也是经过我们这个经销商然后再转去的。对。但是你说这个中间会不会有其他一些差异啊？那都没人敢保证，没人敢保证是这个情况。明白了。对。通过调查，我们发现0公里二手车实际上是一个完全风险不对称的交易。卖方呢，通过信息不透明获得了定价权，通过合同条款转移了法律风险，通过过户延迟规避了售后责任。而买方呢，因为几万块钱的价格优惠，却得承担使用、保险、售后等法律风险。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消费者又该如何避雷呢？正是因为这个0公里的二手车呢，它在法律意义上它属于一个二手车，它可能是登记到别人名下的，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种一车二卖的这种情形。它一定要核查清楚这个车辆的前世今生，这个0公里二手车有没有过维修保养，或者说是这个甚至抵押的这些记录。书面协议里面呢，必须要明确约定它什么时候能给你交付，什么时候最晚什么时候要能够过户。我们呢也要建议这个消费者要明确这个销售方这边在这个协议里面要承诺他的这个保修期和3包的剩余期限是多少。那么这里面呢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在合同里面把各方的权利义务都要约定清楚，避免了销售方利用这个信息的这个不对称来去坑害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这个权益。当0公里遇上二手车，看似是天降馅饼，消费者能以二手车的价格买到准新车，但背后却全是陷阱。对于消费者而言，在追求性价比的同时，车辆信息要仔细核查，合同条款要仔细核对，如此才能规避风险，保护自身权益。你现在交钱，1个月或者2个月、3个月以后，这个车才能过户给你。这我就在想，不就形成了一个资金池吗？这1个月、3个月里面，某种意义上就是你钱已经交了，但是车不是你的，虽然你在开，那就相当于你租了个车开，你拿全款租个车开。假设这个二手车这个车贩子他卖出去了100辆这样的车都没有过户，我认为他有可能卷款跑了，让你买这个0公里二手车的跟上一任车主你们扯皮去，你们去打官司。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大的风险。当然我说跑路，万一他不是跑路，他爆雷了，确实就像很多 4S 店爆雷一样，人家爆雷了，资金链断了，你交了钱，但是车没过户，车还是别的车主的，别的车主一定会想办法主张他的权利，把车要回来。对消费者来说是鸡飞蛋打，钱没了，车也没了，所以这个风险是很大的。这个便宜的背后还是有原因的。实际上这种种乱象啊，归根结底还是这个补贴政策。这个补贴政策既跟产业政策有关系，又跟地方政府有关系。说来说去就是卷，产能过剩，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产能过剩，还是各个地方政府无序上马这些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线。正好最近联合早报它有一篇文章说，1号人物啊罕见批评地方扎堆发展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这个还是人民日报星期四，就是7月17号头版文章披露，说这个1号人物在一个重要会议上发言时，向与会者提问说，一项项目一说就是几样，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全国各省份都要往这方向去发展产业，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这个彭博社指出，中国官媒鲜少刊登，对吧？领导人物如此直接口语化的发言，显示中央对地方盲目追逐风口产业忧虑日益加深。此举正推高产能过剩，助长行业内卷和价格战，不仅压缩企业利润，抑制工资增长，也加深通缩压力，最终引发外贸摩擦。彭博社说，中国地方政府过去长期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虽一度支撑起经济增长，如今却已造成债务高企与低效投资。从传统钢铁等重工业到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
供需失衡和恶性竞争问题愈发普遍。中国政府要求规范新能源汽车行业中的非理性竞争，要依法依规治理低价无序竞争，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并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投标。彭博社认为，这些迹象表明政府正日益重视国内通缩问题。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正像每个地方政府都拉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投资一样，你要让它关这些产线，砍掉这些产能，谁愿意？如果靠行政手段、靠计划手段去决定哪些地方、哪些新能源汽车的产能要去掉，那这个麻烦又来了。主管部门号召呼吁不要卷，不要低价竞争，不要打价格战，显然也做不到。表面上我不打价格战，但是我总有10000种办法以更低的价格把车卖出去。因为现在谁把车卖出去了，谁有资金回笼，谁就能活下去。你造了车，你卖不掉，完了你的产能不能利用，那你这笔投资那就失败了。那地方政府给你的配套资金，给你配套的土地，给你的资源，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也参与投资，那就都打了水漂。你说让谁束手待毙，让谁主动的说我承担损失，我把它关掉？所以只能叫市场化、法治化，让他自己破产。那只能让他自己生产完了之后卖不掉，最后只好破产倒闭，谁也怨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得容许他降价。如果要加速出清，就要从2个方面下手。一个就是市场化，别管他卖多少钱，他愿意10万的车，他卖3万就让他卖3万，让消费者去选择。第二个，让银行、金融机构筑牢风险意识，能不贷款就不贷款，就像房地产的3条红线一样。资本市场也停止这些企业增发，资本市场也不容许这些企业再来上市。实际上，越充分竞争，市场就会加速出清，就是让那些落后的、不能适应的早早的倒闭关门。如果是政府出手压产能来管控，那只会导致什么？导致各家车厂、各个新能源汽车都是按比例压缩，意味着那些本来要出清、本来要倒闭的这个车企，它反而活了。媒体报道说明，汽车行业内卷加剧，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连政府高层都重视到，都亲自过问。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对吧？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小米汽车，人家这个预期28万、30万，半小时这就订几十万台，充分说明咱们的消费能力是在的，需求是有的，而且不在乎价格的。你想30万一辆的车都是秒光，你为什么都要卷那10万、5万的车呢？这个小米预期的成功，说明你卖的越贵越好卖。这个小米的产能极端缺失，就不够啊，不足。我看有经济学家叫李道奎的，他建议地方政府把别的汽车的产能给它改成小米的产能。小米这么受欢迎，产能严重不足，所以说小米这种搞法不仅误导消费者，他还误导专家，更有可能误导决策者，认为消费潜力那大有可为，可以挖一挖。你这些什么其他的主机厂商，你卷那10万的干啥？你卷30万的车啊？这不行，你学学小米。总之，什么事情就怕高层重视。现在高层一重视，一定调，我相信新能源汽车行业这个至暗时刻马上到来，非常残酷。应该有很多主机厂商要像房地产那个房企一样要暴雷。这个下半年吧，恐怕就有车企扛不下去。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